太子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美秀这边是床某咧做记号，是安怎讲咧？这应该拢知嘛吼。恁平常时啊，毋知是肩胛头啦，无就是骹头倒位拢有一个乌乌迄就是床某，因为床某生落来，咱就是要互伊照顾的。嘿，床某你家己做一个记号啦，是，就这个囡仔啊，好油漆咱就甲顾安尼啦。是，所以讲我的答案是床某咧做记号。是阿雄，我这边捌听过叫做明波印。明波就是啉汤的阿婆。对啊，煮汤可以啉的啊。哦。啊，啉了敢若诈骗集团，你啉的就规个拢戆去安尼。嘿。啊，就是吼，伊互你啉了，伊爱做一个记号，代表你有啉过啊。哦。哦，对不？好，来两队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技表。哦。诶。总裁就是总裁，总裁就是总裁，总裁，总裁讲的拢是对的，咩？拢是对的。啊，因真正拢要信我哦。系啊，细汉拢有听迄阿嬷因拢咧讲迄台语，就是迄床母拢家点记的，讲这较好饲安尼。是，无因为有的人迄有台语啊，伊会讲啊，唔知什么台湾囡仔是无好，还是用掠掉喏。无，啊，人家就会用用一种较迄个好文的，较好的讲法。是，因为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无啦。对，是，床某你家己做记号的，你有无？你有爱，你有好多？有啊，较只偏有。你嘛有？我可能细汉较无好摇饲，啊，床某甲我做记号，啊，若明报我感觉就唔对。伊有的人啊，有的人是无啊，啊是明报袂记你甲印，迄天下班袂记你甲印啊，是安怎对不对？有可能啊。是你走去佚佗无互伊看到。嘿啊，明报嘛是爱放假。明报等你啉酒醉无共印着啊，嘛有可能。迄嘛是有道理哦。嘿，来，咱这边捌明报无？真拄好，阮的专辑有一条歌叫做《床某记号》。一下，拄好。嘿，阮安怎拢爱来遮拍歌。嘿，忘掉忘绝对是床某记号的啦。嘛有安排。对。哦，好印来。象当中，迄个明报伊毋是迄个听讲是精神，不过明报遐时阵，伊这个人若是无啉汤，明报会甲点一粒记，所以明报应该是记啦。应该是记得对，唔是台记。是这是台记嘛？是。好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床某做记号。咱的有的红仔出世有无？身躯都有这个胎记啦，吼。啊，咱老辈拢讲啥？这床母咧做记号啦，吼。啊，咱的民间的风俗内底，床母就是囡仔的守护神，伊会当保庇咱的红仔健康到大汉。所以人身躯顶的这个胎记，就互人讲是啥？床母做的记号。咱今日唔知是要去国外，还是要伫咱台湾。若是讲伫台湾的是，恁有去佚佗过无？游览嘛，啥拢有无？有啊，定定游览嘛，细汉缀阿嬷挂香啊。挂香，对。吼，无定就会知影，你知影的所在哦。啊，若知影了，就紧那个吹去。够紧张的啦。免紧张啦，一定有一个点会互你看到的啦。哈，来，小伟，今日去倒去佗？是，咱刷这影片吼，伊是一个活动，伊是一个外岛的活动。啊，你来帮我讲出这个民俗活动是什么名？伊拢总有5个字，什么祭典。哦，5个字的祭典哦。没错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牛窟，哎呀，像。来，遐就写牛窟啊。笑啥？我来，你信用合作社。伊这就是阮小琉球。啊，笑干呢？炸猪好。啊，但是那是5个字，我哪唔知是5个字。敢袂讲地号名就？嘿。敢袂讲地号名就占3个字啊？小琉球。小琉球。嘿。王船祭典。哦。你确定咩呢？你在地哦。嘿。那唔对，就下因为面你就敢若知影后壁2字尔嘛，对无？对。头前你较唔知影，啊，你甲冠地名落，要试看卖无？嘛有人讲影王、小王船。哦，嘛是有哦。算一个啊。来，时间差不多啊。小琉球王船祭典，小琉球影王祭典。
哎，什么王？我唔知是。你头我讲什么着。王小琉球鹰王，鹰王祭典。好，来老师，小琉球鹰王祭典对不来，对？恭喜！好来，文松，恭喜你有3金了。别，你嘛别红。恭喜我免洗门风。好来，咱继续来看小琉球哈，来，哎呦，哇，啊无哪甲阮介绍者，迄是啥物？哇，真水，这算3年一科， 3年啊一，王爷拢会来阮岛的，甲阮巡看看，是啊看有好的歹的，啊拢交玉旨登去天庭安尼。哦，这真有名。来，这答案有2个音，咱来斟酌的一个就是小琉球，小琉球这个地号名咱拢爱尊重在地人，是所以咱特别咧袂使讲小琉球，吼，伊在地就讲小琉球。啊，第二就是迄个鹰王，迄个鹰鼻仔出来，毋是鹰，是鹰，嘿，鹰王吼。好，啊，人讲讨海人3分命，因为安那小琉球的人大部分拢安那。挖海的，吼啊靠海咧食青，啊为着要求平安，所以因就真特殊的这个祭典叫做鹰王平安祭。啊，小琉球这的鹰王较特殊，别位无的哦，是啥物？鹰王进前因会先孙工卡，啊，啥物是孙工卡？孙工卡就是有几只鱼船，比如讲今年就51只鱼船吼，按在啥？国庙寺的这个新名加这个新桥，先甲规岛的海域啦，先甲设一点啊，静港祈福来祈求啥？岛内甲规个这个要掠鱼的海域，拢会当平安顺遂。啊，甲另外一个较特别的，就拄则明贤有讲到啊，因啊啦。因的鹰王是足认真味的，含啥物都有呢。逐口罩拢穿好了的吼，所以拄则伊讲到迄啥？有官食官，啊有富食富，哦，互你食免钱的，啊嘛顺续来为着咱这辛苦的桥班。是，来上尾一位啊，你压力较重哦吼，长期。小高。你是爱当，因为伊是老师。嘿，伊是老师，老师你无共款啊？你就敢若教落啊忙碌的对无？没有，无你讲哦，会计补习班，补习班呢？甲几年的补习班？高中，高普考。是，长期你倒位人？我新竹人，新竹人。哦，拢是家己的，为什么参一个新竹？因为迄手册，伊是我大学同学，校长，大我1年的，你讲你是客家人？我客人。不过伊讲台语讲了袂我歹，台语拢是看电视学的，看电视。看电视学的，所以讲你内面是拍鼓的，拍鼓的哦，一定来一个团内面上重要的拍鼓的啦。是，来，上个咱今日去倒去倒。是咱刷这个影片啊，请恁讲出，伊是咱南投县的什么镇？哦，伫咧南投哦，吼，什么镇2个字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应该是玻璃南投玻璃。哦，为什么你看得出来是玻璃？因为我唯一的南投的朋友是住玻璃。好。老师，南投县玻璃镇对唔对？恭喜！感谢这位南投的朋友啦。这就3千了。嘿，好来，咱继续把玻璃看完哦，哈，来。台湾之心伫倒位，就是咱南投的玻璃，因为玻璃就是咱台湾的地理中心。啊，玻璃的地形伊是一个盆地，四边拢是山，因为四边拢是山，较袂去互风台霜冻着。而且伊的土马肥，面积的温差大，最适合种啥？高级的花草，花草就是花卉，干那遮出产的这个花草哦，都超过4亿5千万的产值。
啊，另外咱玻璃嘛是迄个台湾出产上济咖啡笋的，咖啡哦笋所以玻璃这个美丽山城，大家有闲的当去行行看看咧。来，你要选多一个？好，啊，买，蛋姐，买，听团加起来都无钱。哎，太讲哦。咖啡，你有咧啉咖啡？拄开始尔，趴买的，好，咱上趴嘛吼。啊，你是要娶某？啊无，是你要娶某？咱阮金趴，好吼。后来咱看拍奖金有偌济？正拍到万二啊啦！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讲一个人足拍穿甲啪哩啪哩，恁敢知影啪哩吼是咧讲巴黎的意思，还是讲这个人装甲装甲水水的物件害来害去的声音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嘿。是拍你的意思的，还是讲装甲水？物件整个水水物件摇来摇去，拍来拍去的时间，声音，声音，时间未够啦，时间未够。你选的是这个。是好，拍你哦，拍你嘛，吼，对唔对？万二块就飞去啊啦，是。好，来，这个啪哩啪哩这句话是为日语的这个啪哩啪哩来的，表示这个人啊啦，真水体啦。什么叫做水体？就是爱做体面啊呢，体面啊呢，很体面哈。啊，就对着流行的意思。啊，因为芭蕾自过去就是啥，带领流行的啥发源地嘛，哈。伊若流行啥，啊，大家就对流行啥哈。所以这个日语的啪哩就是芭蕾艺术。阿姨，小琉球啊，嘛是爱选啊。命中注定也是爱小琉球。对，好，咱来看一下小琉球的奖金有偌济。听好哦，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小琉球有3项祭，尊长祭、寺庙祭，搁有一个是医生祭，还是校长祭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敢卖10秒？校长祭。哦，校长祭对唔对？恭喜你了，7000咯！好，小琉球因为啊呐，土巴无肥，土巴地土壤啦，哈。好，啊土巴无肥，歹种植，啊拢挖靠掠鱼过生活，所以逐口罩都有一个村长咧，啊，所以因的村长足侪，啊，啊小琉球的人口无偌济，庙寺哦，就安那，特别几百间，你要拜什么神拢有，哈，所以因的庙寺嘛足侪，啊因为伫遮歹趁食。所以遮读啥师范学校的特别多，哦，即摆已经出500几个校长啊，所以因的校长嘛足侪。是好，谢谢老师，这真正的吼。真的，啊，但是即马经过时间的变化，答案小可无共啊。哦，无即马有什么答案？即马合做有3项罪，3项罪，游览客罪，游览客罪，烧啊更罪，烧啊更罪，麻花卷，哦，烧啊更。啊，第3个就是因为游览客伤多，所以粪扫足罪。这无法度。